嘅咧？其實要試下先。邊度抄第一排先？第一排。對否堅持沒意思啦？你最好狠心一次，來替代更多表情暗示。如果你已想放開，何用來辯論愛不愛？問我怎能承認這就是愛？若為我好，為何還提出分手？為我好，我勸你無需內疚。講得很偉大，不過已聽夠，連痛苦也要我獨承受。別為我好，離場時無需開口，任你專心請享受自由。假使你亦虧欠夠，何苦假裝挽救？你好，怎麼可能沒有心？